內心的感覺，一個美好故事。難道我的暗示不足夠，去讓你知內裏意思？誰又信多數女子，極想都不會直言濃情蜜意，只想保護這份情感，一切不得已，能做到已做，仍沒法子。難明示就暗戀，多麼理智，當中可感到身體語言提示。從未講喜歡兩字，聽說相戀要及時，在最好那時光，開心過愛情還是沒有開始。純良地如同白紙，從來都一心一意，我卻遲難達意，不敢表白繼續如此，是我擔心你，是我不想你有事，明明在意你，卻誤會我不會是真意。什麼都不說，相愛如何會意？多走一步卻又停低，多退縮一次，逃避去證實，其實你知。難明示就暗戀，多麼理智，當中可感到身體語言提示。從未講喜歡兩字，聽說相戀要及時，在最好那時光，開心過愛情還是沒有開始。純良地如同白紙，從來都一心一意，我卻遲難達意，不敢表白繼續如此，是我擔心你，是我不想你有事，明明在意你，卻誤會我不會是真意，還在對坐，甜蜜的感覺是單向或測試。旁人在說太多都不介意，只想得到你一隻眼神提示。自言自語多少比喻，你怎麼總要懷疑是我使你受傷？即使痛哭幾次，原來沒意思。純良地如同白紙，從來都一心一意。